们是什么人？让你嘚瑟！小子，你们两个废物还敢偷袭我！吃！哦！哎呀，叫你们耍诈，叫你们骚扰李雪，还不认错？别打了，住手啊！嘿，就是这3个小子装鬼骚扰李雪，被我抓到了。警察叔叔，快救救我们！这个人才是魔鬼啊！我要妈妈！说，到底是谁派你们来的？装神弄鬼，竟然还跑到警察家来闹事！哎，小二，你没事吧？你的头破了。没事，就一小口子。雪，你又开始关心我了。警察家，这我们可不知道啊！是大哥派我们来，说要给李雪这个水性杨花的潘金莲来点教训。对啊，还说他养了个西门庆，之前踩爆了他的命根子，让我们兄弟几个见着他就给他报仇。哼，刘一这孙子净放屁！我才是李雪原装正版的男人。他人呢？自己怎么不敢来啊？老大他的设备被你报废了之后，就找了国内最著名的专科医院，历经数日。通过高科技纳米技术重新培育，运用超跑工艺般的细心打磨，并加入了核动力能源，把其功效发挥到了极限。现在正在吸管测试它的威力呢。大改的新武器已经与核武器、轨道炮、超微电磁炮等同时被列为全国最高机密之一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大哥最大，全球之霸。这3个人金克拉吃多了吧？这种鬼话谁会信啊？哎，哪家医院做的？介绍介绍。神州大地常遍安利呀。谢谢你啊，小二，这次又多亏了你。哎呀，没什么啦，只要你一有危险，我就会随时出现。哎，对了，下次你就直接打电话给我。不跟你贫了，我进屋啦。早点休息啊，拜拜。哎，记得打电话给我，今晚都行啊。这个王小二真是，怎么说好呢？我在想什么？灯怎么不亮了？难道是跳闸了？真是奇怪啊！刚才也没大功率用电呢。搞什么？变电箱怎么漏电了？吓死我了！什么声音？是我。小二，你怎么？刚走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家气味不对，放心不下。现在看来，定是有阴邪之物藏匿，让我来处理。李雪，你站我身后去。好一个长发鬼，就让小爷我来会会你。雪，别乱动，这小鬼就交给我了。雪，你这是干嘛？
别再对我出手！刚才下手有点重，不会伤到李雪吧？我附身在他身上，我看你拿我怎么办？对不起了，李雪，我只能用我新学的一招来解救你了。一个人哭，真爱无敌。这是哪门子法术？真爱无敌拳，此拳只对鬼怪起得了作用，对心爱的人是伤不了分寸的。明明就是主角光环，少扯犊子，看招！小子巴适，一来就全力拼命，好深的怨气，到底什么来头啊？不行，再这样打下去会伤到李雪的，必须速战速决。神鬼七杀令，破杀令！师果然是神鬼七杀令，毛头小子，想不到你真会用这道门遗迹里的绝学。传说中已被天谴收回的秘术，原来还上流人间，真是不可思议。老五没有白死啊，帮为师把这个惊天的秘密给调查清楚了，为师大计可成也。少儿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头好晕啊！没事，刚才发生了一点意外，我已经摆平了。意外啊！哎呀，我的脸怎么了？怎么好像肿起来了？刚才的确有一厉鬼对你重拳相向，我一怒之下三下五除二把他给揍飞了。真的假的？不信你看。我小儿，你是我祖宗。之前的行事都是有目的性的袭击，主要是为了夺人元神，但目标是随机的。这次的厉鬼却是主动潜伏在李雪家，难道是有所针对？这样推测的话，那个幕后黑手左道人一定是知道了我的存在，开始按耐不住，想要主动出击了。这样的话，我只能……李雪，搬去我家和我一起住吧。你说什么呢？现在摆明是有人想加害你我，去我那儿方便我随时保护你，而你这儿我看也住不了人了吧？王小儿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现在真是前有狼后有虎，哎呀，也只能信他一回了。李雪，这别墅啊，就是张总送我的，空间比较大啊，方便我布阵。再有妖魔鬼怪来犯，我就活捉他们，这样才能顺藤摸瓜找到那个左道人。这么大的房子，现在就你一个人住？那可不是，哈哈，我和李雪的完美同居生活就要拉开序幕了。小二哥哥，你回来了！小女人，小姐，别忘了这个老头子，只要你在这里太对我小二了。现在我们是暂住在这里的。这个什么情况？小姐，别